透过培训课程，或是要经营民宿的业者，会当提升住宿环境、服务品质、甲防疫安全，确保旅客住宿体验。未来台南市政府也会持续以观光为整体目标，整合扩局处的资源，并连接地方的经济发展，创造多赢的观光效益。事实上，台南的民宿或者是一般饭店或者是观光饭店，它的客诉率是最低的，住宿率是最高的。那如何维持这个好的传统？如何维持这一块府城观光的金字招牌？我们就希望说，有心投入的人能够早先了解如何经营，如何做得好的经营，知道客户的导向，那这样子避免走冤枉路，避免踩这个陷阱，甚至于避免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影响到整体的台南民宿观光业者的这个形象。所以说，这个变得非常重要。大家偶尔会在新闻上看到，各地的民宿有一些状况，包含是服务的态度啦，或者是环境的一个整洁啊、硬体的一个状况啊，我们都希望这些新闻尽量不要发生在台南，因为每一家业者都代表着台南，都代表着我们对外接触的第一线。所以今天的优质民宿评鉴，这个是台湾这个是政府我们是第一家做的。那我们第一阶段，我们结合了中央的政策，我们帮忙中央推动好客民宿。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是我们的加分项，就是在特色的部分，大家各自的特色有哪一些，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来做一个展现。台南市今年针对民宿办理辅导计划，除了安排课程以外，也推出优质民宿认证机制，分为毛小孩、生态景观、风格、亲子甲背包客5大类进行评比。透过制定认证指标，让民宿更会当答应旅客需求，也让优质民宿认证成为业者公营，这会迎接疫情后的观光商机。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